镜头转来看国内，为着要反制南北两党强硬推动反废死、反戒严的公投，民进党的立委透明就伫咧议场要来阻挡议事录确认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平阁呛声讲，要找韩国瑜、鲍昆萁、黄国昌来顶高机。那鲍昆萁是批评民进党团用粗鲁的手段伫咧对付在野党，黄国昌嘛质疑执政党的立委家己咧阻碍行政院长倒英台进行总质询。我找韩国瑜两个在议场里面垫高机，韩国瑜你不敢，和傅文琪也可以，还有那个最喜欢找人垫高机的黄国昌也可以。面对政治局鲍昆萁表态无排除全部行，郭建民无那呛声，佮强调已经提案将所有南北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，为抗击立法院自我禁护日头。国民党团提反废死、反戒严公投，民进党团已经伫议场大版封条，目标无被互议速度确认，佮看下韩国瑜赶紧召集朝野协商解决争议。他要找我单挑，我敬老尊贤呐。他说七老八十了，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嘛？好，请他不要用这样的粗暴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在野党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要继续的封锁国会，要继续的背个执政党行政院院长来接受国会的总质询。面对立委吸收议场，黄国昌强调会按照议事规则，若韩国瑜发协商通知，一定会派代表参加。鲍昆萁是表示，总质询时间会到暗时12点，发声立委唔通占领主席台，互大家好好开会。看到议事阁限制空胖，行政长倒英台表示，准时到立法院履行责任义务，希望党团甲韩国瑜沟通顺利，准时到立法院来履行我们的责任跟义务。他已经要跟韩院长去做一些沟通了，我们希望沟通能够顺利。这两个公投案子是否符合这个非常基础、非常重要的要件？也就是说，它是属于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，这一点呢，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。内公投禁护日后引起争议，中选会表示，这是第一摆立法院依法交付公投，有真侪法律适用依据，爱国单共同检讨。李进勇也反驳外界质疑中选会可能严审公投案的风声，强调中选会独立机关一切依法行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